这外国人倒伫车厢闹耍，骑电动脚踏车，安尼骑袂在乎，警方炸落来，搁咧讲水话。越南，没犯罪。嘿。 因为规身躯臭酒味，原警当场要甲酒测，这个查甫人才发现讲大事不妙，双手合十，拜托警方。I'm sorry. 好了，等一下再sorry了，来先吹气，你要不要漱口啦 ？Water 要不要？我听不懂。1.4，好了，我要扣起来。这个测结果是1.42，已经是醉甲唔知人的程度啊！当场被依照公共危险罪扣登去做笔录。另外，这个查甫人伫夜车嘛有啉麦啊酒，酒测值超过标准，一直讲伊啉无醉。0.34，超过了。可以再测一下。不行。为了阻止民众啉酒赛车，中华警方为去年12月31号20年前实施全面的执法，结果伫16天内就抓到203件。到目前为止，总共执行了3个礼拜，共取缔了203件，其中移送法办的149件。甲去年同期比较起来，今年加52件，表示讲有真侪人无得甲信。以过去彰化县，我们1年有100多人是死于酒驾，每个死亡的家里面都是非常的唔甘。 过年时啊，免不了会啉一个，警方呼吁民众，然后啉就上好利用这个代替驾驶的服务，也是坐计程车转去。目前交通部拍什么修正道路交通条例，啉酒赛车也是食毒赛车，拒绝酒测2摆以上的累犯，要公布姓名。毛立伟建议讲提悬啉酒赛车的刑责，啉酒赛车的累犯嘛要接受强制解酒的治疗，避免悲剧一直发生。